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呢級。今日同大家去講一講近期市場咧，亦都係個波動咧會比較大一啲嘅。咁見到上個禮拜咧，我哋嘅一個恒生指數咧，其實就出現咗一個先跌後升嘅一個情況嘅。咁同時可以見到啦，調整咗一輪之後啦，重新升翻咗去個對應力量嘅紅影當中。咁上個禮拜調整嘅原因咧，其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有講過嘅。第一個咧係呢個通脹數據、就業數據一個比較超預期啦，咁導致咗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嘅一個預期咧係上升咗，咁所以咧調整咗一個小嘅一個下跌。好啦，咁隨後咧市場傳出呢一個美伊方面嘅一個局勢咧有一個和談協議促成嘅一個預期咁可以到啦，今日嘅一個朝頭早咧，其實呢個協議咧已經正式達成咗嘅。咁我哋見到其實呢兩日咧個指數咧都係出現咗個比較樂觀嘅反彈。咁整體嚟講，我哋嘅港股其實咧反彈咧不如話外圍市場咁明顯，但係咧市場當中係有一啲結構性嘅一個行情存在嘅。咁就譬如話我哋之前同大家一齊去分享過嘅一啲股票、一啲嘅板塊。例如話啦，我哋睇一睇2476星雲啦，喺上個禮拜調整完之後咧，其實都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回升嘅，由330幾蚊已經升到而家410幾蚊噶啦，亦都可以睇翻我哋個大戶盤路方面，可以睇一睇2476近呢幾日咧嗰個資金嘅一個情況係點嘅。可以見到其實就多數嘅大行咧都係一個淨買入嘅一個情況，你見到個買盤咧係好明顯，兼且咧係冇乜沽盤咁滯嘅，即係證明而家算力層面嘅公司咧依然都係我哋嘅一個核心嘅關注。咁可以再睇一睇我哋嘅呢個1888建滔積層板，同樣喺呢個嘅對應力量上面咧，係運行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亦都係繼續咁樣去向上運行。可以睇翻大戶盤路方面，同樣個資金淨流入咧，都係見到北水係買得好犀利嘅，北水外資都係一個買得好犀利嘅一個情況。再睇一隻148建滔集團。呢三隻咧都係近期會比較火熱嘅呢個 PCB 呢個環節所衍生出嚟嘅一啲投資機會咧，可以見到啦，呢幾日咧瑞銀、UBS、北水等等嘅一啲機構咧係買得非常之多嘅，不斷咁湧入去推高個股價，即係證明亦都係非常之睇好後市嘅一個表現。我哋睇翻148嘅一個表現，可以見到上個禮拜一下探調整完之後咧，即刻就拉升上去噶啦，完全係個基本面太好啦，完全係無視咗市場嘅調整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利用我哋嘅一啲大戶盤路功能啦，同埋我哋嘅指標，可以去發掘到市場當中一啲嘅機會。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